2025年的世界重年运动会会伫台湾举行哦。轻艇项目伫宜兰县三星新乡比赛，县政府拍算要伫安龙溪来建设训练甲比赛的场地。也毋过，环保团体甲第一河川局拢有意见，因要求县政府爱修正计划，嘛爱保留原本的生态河道。轻艇选手毋惊插到溪水训练，渴望争取好成绩。宜兰县府为回应地方需求，要伫三星乡安龙溪设激流标杆赛道，地方车辆发起联署，渴望赛道应赶紧完成打造亚洲轻艇训练基地。小选手也希望赛道应比较国际标准，尽量可以跟国外差不多，就是这样才会让我们在国外比赛的时候，可以成绩可以更好。所以这届咱全三星乡无分党派，11个代表，18船长全部联署来支持这个建设。县府规划伫安龙溪顶悬设3面光，暗木头花长到500公尺赛道，因行至2025年世总分伫三星乡的轻艇比赛项目。暗过环保团体质疑，边是千山台恐惊破坏河流甲环境生态，申请案经过第一河川局审查，因为无符合水利法甲河川管理办法规定，要求县府减少赛道量体。如果它在这设施上面可以做一些更减量、更能够符合我们的管理办法。那你现在我们的清理赛道要用到整个安龙溪的主河道，那势必就会改变，比如说在防洪安全。县府收到一号局意见了后，修正赛道规划较保留原本安龙溪生态河道，各地道边另外开人工化2面光的赛道，长度也为500公尺减少做350公尺，确保当地生态环境甲河防安全。申请人已经各上审查。经过修正之后，我们是将原来的有生态的这些河道都保存住，那么往左我们来做主赛道的一个扩大。不过，环团阁烦恼起好了后，无确定由啥物人维管，甲如何维管，配套措施无到位。县政府表示，赛道后续管理，县政府会负全责，保障河防安全甲当地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